伫5日抗战前，美军的军舰今年是第3届经过大海。美国海军第7舰队嘛发出声明，讲后一架飞弹驱逐舰海尼赛号嘛按照本地行程通过台湾海峡。另外，咱的海军陆战队6627、8、7、9是伫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进行操演，陆军空降训练中心嘛伫大平湾执行训练，要展现咱国军的实力。 运输机车库透早飞过屏东大平湾水域经营，陆军航特部伞兵陆续为1250尺的高空跳落来，严正官兵伫各种地形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。 另外一边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海军陆战队66旅，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勇操演，出动乌鹰目击船直升机甲 F-16 IDF 战机，瞄准地面北区射击。模拟以优势火力协助地面部队，也毋过规模为以早的2甲2枚，缩减做1港1枚。拄着5日空总统就职进程引起联想。另外受关注的也有今年第3度航经大海的美国军舰。 美国海军第7舰队并且7、8暗发布声明，表示旗下一架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埃尔赛号已既定行程通过台湾海峡。对此，咱国国防部表示，美国是例行航行，无将台海4口卫的情势稳定正常。这属于自由航行。那国军呢，对于每件通过台湾海峡这一部分呢，都全程及时的掌握，状况是非常正常的。对于有利于趋于和平稳定的各项行动。 我们都给予支持。也毋过，强军继续搜了7、8几天，国防部征晓5架次强舰、23架次强机伫台海4区域活动，其中有3架次无人机甲无人机飞过海峡动线，出自伫咱国西南空域。而五连片上近只有58海里，面对中共威胁，美国国会议员关切，若强军犯台夺出大责任，对美国有啥物影响 ？It would be absolutely devastating. Right now, the United States buys 92% of its leading-edge chips from TSMC in Taiwan.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指出，中国一旦掌控台积电，也会冲击美国。台积电是台湾的战略资产，美国需要协防台湾，无落入北京之手。针对台海局势，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佮指出表示支持台海和平稳定，无愿意看到任何危险可能改变现状的假事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